大家好，今日會同大家簡單講解下咩係防毒軟件。防毒軟件係一種用嚟保護你嘅電腦同埋手機免受病毒同埋惡意軟件攻擊嘅工具。防毒軟件可以偵測同埋清除各種嘅病毒同埋惡意軟件，包括木馬程式等等。大部分嘅防毒軟件都會有即時監控嘅功能，可以隨時保持監測病毒出沒嘅狀態。當發現病毒嘅時候，就可以馬上處理隔離或者消滅。防毒軟件亦都有主動掃描裝置病毒嘅功能，可以進行基本或者強力完整嘅掃描，揾出躲藏喺裝置深處嘅病毒，並進行隔離或者剷除處理。防毒軟件公司會不斷更新病毒資料數據庫，令我哋嘅裝置永遠保持喺最新嘅病毒庫核對資料狀態。但請大家要注意，選擇防毒軟件嘅時候，要確保佢嘅可靠性同安全性，避免使用一啲不明來歷嘅免費防毒軟件，因為佢哋可能會出售你嘅數據，所以大家要小心選擇你想用嘅防毒軟件。